善豐花園事件發生到而家，問題仲未解決。善豐花園業主集會要求會見運輸工務司司長劉思耀。善豐代表又透露，政府向善豐業主提供咗一份仲裁協議，不過業主已經否決協議。工務局回應話，舊司係建議以短時間做調解同仲裁，至於係咪接納，可以由業主自行決定。係咧，好大咧。善豐花園事件上年10月發生，至今已經有8個幾月，但係問題仍然未解決。過百名住戶再次喺善豐花園門內聚集，表達訴求。善豐花園嘅業主喺今次嘅申訴大會當中提出咗3個訴求，佢哋希望盡快得到政府嘅回應。訴求包括要求10日之內會見運輸工務司司長劉思耀，要求政府盡快再提交全面嘅善豐花園調查報告。善豐花園10人小組成員之一嘅黃國輝話，政府喺上一次嘅會面當中建議善豐代表可以簽署一份協議，協助調查同埋仲裁。咁佢建議我哋先簽署一份仲裁，我係仲裁嘅協議。呢份協議係乜嘢咧？就係話委託一個獨立第三方去調查善豐花園真正嘅原因、真正嘅責任喺邊度。佢要求我哋同2間發展商去簽，個名我不便透露，因為佢一提出咁嘅概念，其實我哋都接受唔到。黃國輝話：佢哋唔清楚邊一啲調查項目對佢哋有利，唔會簽署協議。出席集會嘅小業主亦都舉手反對簽署協議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陳麗英報道。